專題靈修系列，以生命見證神。第8天，心意更新而變化。羅馬書12章1至2節。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。你們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。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羅馬書係一卷偉大嘅書卷，整卷書卷可以分為2大部分。第一部分係1至11章，呢個係教義性嘅講論，主題係因信稱義。第二部分係12至16章，呢個係生活性嘅指導，主題係因信成義。使徒保羅寫到12章嘅時候，佢就用所以呢一個連接詞，將上下2部分串連起嚟。因着喺羅馬書上半部神為人所作嘅，引申到下半部就係人為神所作嘅。12章1至2節就勸喻我哋要將身體獻上，並且要時刻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我哋分辨神所喜悅嘅旨意。呢一個心意更新而變化係一個持續嘅過程，不斷校正我哋嘅焦點，以致能夠完全討主嘅喜悅。新譯本翻譯為倒要藉着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，又有一個意思係要讓上帝更新你哋嘅思想同埋態度，使到你哋嘅生命得到改變。我係一個戴眼鏡嘅人，每一朝早起床嘅時候，我會將眼鏡抹乾淨先至戴上。但係到中午嘅時分，眼鏡嘅鏡片就會沾上好多嘅塵埃而模糊起嚟啦，需要不時嘅再拎出嚟，重新嘅擦乾淨。每一日我總要不時嘅清潔鏡片，先至能夠保證睇事情絕對嘅清晰明亮。心意更新而變化，亦都係一樣，絕對唔係一下子就能夠做得到嘅事情，那係要經過恆久不斷嘅操練，先至能夠時刻對準神，討主嘅喜悅。討主喜悅，必須時刻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只能夠唔俾呢個世界影響，分別出神嘅旨意。我每一日有冇固定嘅安靜靈修時間，以至於我能夠喺神嘅面前心意更新而變化呢？我會唔會有一啲嘅思想喺不知不覺中效法呢個世界，因此分辨唔到神嘅旨意呢？